这呢，对于台湾的教师下手讲买机票开始前会当去中国包吃包大算8天，刘会表示就是要透过老师来影响台湾的学生。中年又出问题，行政院提出强化3级食品安全管理机制，集中量答应讲未来等有限合一站袂有业者拢爱搭配检检。泰国曼谷周8发生火灾，上无有30人死亡，70多人受伤，造成出口除了有物件电掉，业者也该锁起来，才会死伤较严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4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风台过后，搁再出日头，这苗栗泰安的苗62线总暗搁再崩山路，有一台货车经过，或者大粒一条结着，加在这驾驶有逃生，敢若轻伤尔，也若大型机具伫今早起就去到现场拍通。另外讲到这南投的县道151线呢，今早起也传出着崩山的迹象。面坡公路大面积的土石规个拢崩落来，下骹车路是完全拢封台起来，佮有一台货车互土石缀掉，掉伫大石头和护栏之间。好佳在货车的驾驶无安全，毋过想到迄当阵，伊真正是心惊惊。然后我就整个被推挤，推到最旁边，完全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车子有变形了，把车门赶快踹开。我离开车子的当下，我有听到轰轰轰的声音啊，我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往前跑啊。如果我不往前跑，我一定会死掉。路线是13暗时要11点的时阵，准备要送货去泰安乡温泉区的超商，但是经过苗62线2.3公里处的时阵，却拄到崩山石头落落来，伊较紧落车，走去超商化救命。因为苗62线是泰安乡主要车路，石头落落来造成双向的交通拢断去，有3个村的交通受到阻挡，必须要细路来行。我们的这个灾害预备金也用完了哈，希望行政院尽快核下来，让我们苗栗县好做后面针对泰安跟南庄的这个灾害处理的工作。苗栗县长郑东引10早起去现场会勘，现场初步有1000吨的土石，大型机具已经入场来抢通。郑东引是希望行政院较紧来协化经费，帮助灾后的复建。另外，南投溪头县道151线13.2公里处，伫14早起嘛发生边坡崩落来，大石头是阻挡双向的交通。昨日的一个夏季气候的雷阵雨，那下了整晚的雨，然后造成头151线3.3K 内湖国小附近往西斗的方向，那部分的土石滑落。南投县道151线延溪公路，是往返溪头和三林溪一定会经过的车路。即马当时向热，今日山顶的民众未少。南投县政府派机具进驻抢通，已经伫14下晡3点外恢复双向的通车。不过因为山区的边坡共款无稳定，加上热天的气候，山区是常常有落大雨，无确定讲敢会搁再崩落来。民众经过山区的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对台湾的通证手法，即马已经传来到台湾的教师咯，讲家己买机票开4000块的报名费，就当去参加两华青年北疆行8天7夜活动。刘委会就讲呢，这就是中国挑工锁定台湾的少年教师，互因包吃包住，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老师来影响台湾的学生，咱就要提高警觉。另外呢，这 AIT 处长郭立坚进前就捌讲过，鼓励台湾发展无人机的生产能力，来阻挡中国的冲突。想袂到呢，这中国国台办出来调查当地也该批评。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苏班明夫进前去往暴力攻击，传出可能牵涉到香港、澳岛等境外势力介入。总统府10时讲，对任何威权集团发动攻击全球无共意见的人为目的的跨国镇压，政府真重视，支持执法机关全面追查。只是即马中国毋若跨境镇压，佮传出通缉锁定台湾的老师。点开中华青年交流协会网站，大字得招两华青年北疆行8天7夜活动。中国透过地方协力者招去中国参访，邀请对象锁定台湾45岁以下老师，拢总25个，敢若需要家己买机票甲真俗的4000块报名费，到包吃包住旅游行程通参加，而且显示已经满额，引起外界关心教育交流是毋是变作通证工具。呼吁国人不要因为一时的贪便宜，到了中国回不来，那损失可就大了。当你一直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今天可能被渗透的破口的时候，
民进党你才是最大被渗透的破口。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事件，中国统战演过拢针对青年朋友，这届苏联教师恐惊是想要伫校园内建立统战的重点，通影响我这青年学生，呼吁国人爱提高警觉。台湾的校园里面有一些老师成为统战的节点的话，未来他们只要透过这些节点来找更多的青年朋友去，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美国在台协会驻丁国立员进前因为鼓励台湾发展无人机生产能力，打造防守的概念，合作冲突，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国台办两届发言批评国立员，用是所上媒体日月当天13暗时嘛刷落大文，批评国立员是真侪缺点的太上皇。咱外交部原来有做回应。对于古立言处长，代表美方和我们台湾的互动呢，双方沟通都没有问题，而且合作的非常愉快。我想呢，这个也不需要中共去知会。AIT 采白个声明，美国对台政策无改变，美国希望维持目前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查到王纳廷国立员表示，国立员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记者采访报道。中国7月初实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界也烦恼讲，敢会影响到台湾和中国的交流。学者是认为讲，中国的新法的标准若准无明确，民众去到中国交流的风险就会变悬，甚至影响到学术、文教、民间之间的来往。陆委会就表示讲，中国最近正在加强青年也个教师的交流活动，将有可能是要影响这少年辈的国家认同。提醒民众要去中国进前，拢要先风险评估过。这几年台湾甲中国的官方交流有较少，不过伫文教、经济等等，民间也是为了继续交流。根据陆委会统计，2025年去中国的台湾人都有323.8万的人次。但是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了后，外界就烦恼敢会影响到两国的交流。东海大学拜二嘛举办座谈会来讨论。所有反对统一的人呢，都会受到威胁，因都会较烦恼，因也是去大陆佚佗，去香港、去澳门，甚至甲中国较友好的国家，是不是会去互这部法律所影响到？挺过台湾单纯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号这样的一个说法，他们都有可能是被中共侦办的对象。这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们有可能最后的选择是不去中国了。学者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中国这几年国家安全法制一部分。因认为，若中国新法的认定标准无明确，民众可能因为惊有法律风险，减少学术、文教等等的民间交流。为了保护台湾人民安全，参与座谈会陆委会官员嘛表示，政府未来透过预防保护、反制在方面来反制中国的新法。经过多次的跨部会的会议跟平台，也经过总统亲自的裁示哦，我们未来将会从预防、保护、反制3个面向来强化我们对于这部法律的一个反制作为哦。陆委会表示，中国最近有举办真侪青年交流的活动，各查无青年的老师认为中共的上准青年族群是要影响因的国家认同。陆委会甲学者拢建议，民众若要去中国交流，就要先了解相关的法令甲风险，避免犯着中国。记者郭正王志刚台北报道。新竹市今下晡发生一桩命案，一位美国籍某一间国立大学姓林的查甫教授，昨日去一间音乐教室，拿刀啊，把这姓纪的查甫音乐老师抬死。这警方赶到位呢，是开枪给压制，也拿这个音乐老师送病了后是救不回来。初步了解，这凶手和死者因是大细线的关系，发案动机佫需要调查。几个警察拿枪伫这间厝外口隔壁，和厝内拿刀仔的嫌犯对峙，因为嫌犯想要浪讲，警方嘛随对嫌犯开4枪。你们是老师吗？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第14下晡3点外，73岁姓林的查甫人拿刀仔弄入去新竹市三民路一间音乐教室了后，对48岁姓纪的音乐老师，甲扑真侪刀，互伊当场倒伫涂骹无法度起来。警方接到乐器行的员工报案了后，赶去现场，因为现场有受伤的人，真需要救援，加上嫌犯拒绝配合，中国对警方做出拿刀仔攻击的动作。警方评估了，依法使用警械甲制服。本局同仁为了要抢救这个受害者的一个生命，那果断开了4枪。
那将嫌疑人制服，被害人目前是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警方表示，这细期的查甫人因为着几啊刀，失血伤济，送病院抢救了后，赶快是宣告不治。涉林的嫌犯是倒边正边的大腿拢着一枪。初步调查了后，发现讲这涉林的嫌犯是美国籍，和死者是大细生的关系，在一间国立大学做教授。到底是安怎会举刀啊解体？警方阁要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今日公布，今年头一个带病入境的 Zika 病毒病例，是一个30多岁台湾男性去到泰国旅游，回来到台湾了后，确诊感染到 Zika 病毒，出现发烧、起粒啊、关节酸痛的问题。那阵有新的富人人去感染到上严重，伊会害巴肚内面的囡仔死亡。疾管署也提醒讲，去到流行地区就要注意这蚊仔问题。回来那阵有类似的症状，就要赶紧去就医。热天到啊，阁是网通出来活动的季节。除了天口节疾管署提醒，也爱注意朱卡病毒。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境外移入个案，一名北部30多岁本国籍查甫人，6月中去泰国旅游，回来了后就出现发烧、头晕等症状，就医了后确诊感染朱卡病毒。这个个案呢，大概就是有一些头晕，还有一些皮疹的一个症状。根据疾管署统计，2016年到达国内累计31例朱卡病毒病例，全拢是境外移入。其中81%感染地伫东南亚，以泰国8例上侪，越南6例，菲律宾、缅甸甲马来西亚各3例，马尔地夫2例，印尼、新加坡各1例。那他因为这个症状相对轻微目前症状都已经好转那疫调的时候也发现他有这个同行接触者同行者不过是没有症状的。虽然这个个案的症状无严重，疾管署有愿提醒有心的人感染朱卡病毒，可能造成胎児、小头畸形甚至死亡。建议有心的人甲避孕女性暂时莫去流行地区。朱卡病毒除了透过互埃及斑纹、白色斑纹等传播，也可能经由母婴甲性行为感染。从流行地区返国的话，还是要注意在这个回国之后，男性3个月内，女性2个月内需要采取安全性行为。在这个精液里面，以及这个阴道分泌物里面，这个病毒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而有传染力的，所以才会给这样的建议。疾管署提醒，许多出国若去朱卡病毒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包括穿浅色的长袜衫裤、抹防蚊液。回国了后，若伫机场出现发烧等疑似症状，也会启动边境检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今年的天狗日疫情呢，本土甲带病入境的病例已经有16例了。为了要防止这天狗日，高雄市政府宣布，民众若准7八月出国去到风险较悬的东南亚国家，会当先去卫生所领一罐防蚊仔剂，等来到台湾了后，若准有主动配合快筛，就会当摕到500块的礼券。民众行李大卡细卡球咧行，规个高雄机场内底人吵，休抓也是民众出国的大规，不止个嘛是经过天狗节传染风险上悬的时间。今年到达高雄市的天狗节病例已经有16例，其中本土的有7例，境外之外有9例。卫生局表示，高雄天狗节的传染风险主要是来自国外，为着要阻挡病毒，现在也推出奖励措施，除了出国进前会当先去卫生所领防蚊仔剂以外，等来台湾脑镜头去诊所快筛，毛礼局通听。有的时候能够涂防蚊液，避免被当地的病媒蚊叮咬。那返国14日之内呢，如果有任何的登革热疑似症状，例如发烧、头痛啊，或者是皮肤出现红疹、腹泻、呕吐等症状，那也希望是说市民朋友赶快去就医。要阻挡境外入来天狗节病毒，机场入境大厅快筛站是第一关。若发烧民众对先防查出来验，随送专职病院治疗。第2关就是各区的卫生所甲病院诊所。卫生局表示，今年除了有镜头的民众去看诊做快筛有奖励以外，对高风险国家回来民众，就算无镜头，买使去做快筛，同款有礼更通听。他打电话给我几天了，我就约我来，我没有时间。今天我来，我说有时候有年纪大了，就有什么病里面有问题，就让我们知道，就在处理，去看医生这样。那你知道他们有送500块吗？啊，有。也有70%的市民朋友感染登革热的话，他是无症状感染的那这些人还是都有传播的能力。那因此的话，我们也预请说，14天内民众可以主动健康监测，来到卫生所来采血验快筛，同样也可以领500元的礼券。
卫生局表示，天口热的防疫重点就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预防境外天口热伫社区烧话。希望民众会当配合防疫工作，若做好势，大家健康安全才有保障。记者柯家朱耀阳高雄场报道。立法院昨初审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加驾驶赛车罚款较重。头一届抓到呢，这汽车的驾驶呢罚15班，骑奥多摆罚12班，拢爱吊销驾照。那技术检测头一届罚27班，第二届就罚45班，说落来大概拢是加罚18班。那种罚袂惊，就一直天起哩。警察伫路林顺道向挖去到路边，甲骑铁马的人抓落来。骑车好像心不在焉，那边晃来晃去的。这个查甫人安尼结结，唔敢看警察，讲话踢踢突突，一查竟然阁是食毒啊！一点点嘛，甲你讲你手拖杆呢？对啊。这个姓郭工人30岁，早到毒品窃盗的前科，前几工骑铁马去上班，因为骑车安尼偏来偏去，人嘛安尼戆神。伫台北市南港的兴南路去互抓落来，去互检出食毒骑车。经拦查实施毒品推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逐一规定治单举发外，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那按照即卖规定，食毒去骑铁马上悬会当罚2000，啊，毋过面对即卖食毒赛车这尔济，立法院已经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的初审，全面提悬食毒赛车骑车的处罚。我们就按照行政院跟各委员的版本。再修正通过。自行车等等的慢车毒驾提悬到上重罚12块，当场禁止搁骑。啊，若是去机车的方面，头一届毒驾汽车上重罚15万，机车罚12万，而且会吊销驾照。比行政院的版本是罚较重，罚款加3万。那准讲拒绝检测，也是毒驾的累犯，采罚是会使一直天起哩，无上限。从重从严，这个必然是我们想做的啦，好，只是说那个衡平性的问题，好，那不过这个结论我们尊重委员会这边的结论。那是毒驾累犯，搁再犯罚款的一届比一届较悬，比起顶一届红掠，这个罚款会搁加9万块。啊，那头一届拒测会直接罚27万，第二届45万，算落来每一届拢会比前一届搁加18万。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来看这家己落骹的所处了。昨半暝啊呢，有这越南移工啉烧酒，啉了后出来冤家烧台，有一个越南移工互人杀死。警方也利用附近的监视器抓人，涉案的移工已经移送家己地检署侦办。监视器画面翕到冤家烧拍移工走烧狱的状况，其中后壁狱的人搁手提刀啊，边仔朋友要救拢救袂掉，家己关落家乡的所处了。13半暝发生移工啉酒冤家烧拍意外，其中一名剩2个越南移工伫过程当中受伤严重来过身。10外吧，10外啊，对啊，毋着做大声的。有啊，有听到吵架的声音，对，蛮大声的，就是但是听不出他们在吵什么，还不知道，因为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为台南来几名移工原本来到家己关的落骹要找共乡的朋友，因为啉酒的过程发生冲突。其中一个人去死者用钢槌啊拍着伤，才引起对方的阿兄举刀啊来报复。其中一名男子先遭铁锤攻击受伤，其胞兄得知后持刀介入，冲突过程中造成一名阮籍越南男子遭刀刺伤，经送医急救后仍伤重不治。警方表示，配合现场附近的监视器，已经将相关涉案的人拢带到警察局，马伫现场查扣涉案的刀啊、甲钢槌啊等证物，详细经过各需要调查。专案以杀人等罪嫌将涉案的移工移送家己地检署来继续侦办。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来看这台东市顶礼拜五呢，有一个过路人行伫咧路的边啊，看起来是想爬过车路的款，说互这后壁奥多摆直接甲伊弄着。台东县的交通处就表示讲，未来市区的车路呢，若准有12米遐宽，拢会设人行道。初十暗时11点外，一个过路人行伫咧台东市中兴路3段外侧的车道，一直越头看，疑似是要过路，啊，毋过佫行转去原底车道，结果无到5秒，错后壁一只机车击到，双方拢受伤，慌乱的过路人伤势是真严重。经警方实施酒测，真诚男无饮酒，经送医治疗后，双方无生命危险。
等来到事故现场，这条路是4线道，阁有慢车道。不过民众质疑，敢会是因为无设人行步道，才造成过路人无注意行伫咧路发生事故。官府就表示，台东县都市和行仔路真旧，有一寡行仔路有钉仔卡，不过钉仔卡是属于私人领域，常常发生争议。那一寡路真无简单，和在地居民沟通画人行步道，不过搭要全面画设，就要考虑到车辆，阁有在地居民的沟通。目前官府已经规划伫咧学校，阁有病院附近过路人需求较侪所在规划人行步道，再搁扩大规划。目前的规划方向就是在公有的道路上来做相关的人行道的规划。现在的法规规定的是，在都市计划区内12米以上的市区道路都一定要设置人行道，才符合相关的设计标准。不过，官府嘛表示，伫咧旧商业区画人行步道会有困难，因为路较矮，搁爱考虑到店家经营敢会受到影响。不过未来会争取店家同意优先画设，提供游客甲民众安全行路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包围风台雨水是真高，桃园龟山的乌山街180巷遐呢，将车路是落去一坑，水管也拢破去，附近也拢积水。市政府初步认定讲是地下排水沟伤过久啊，落大雨了后呢，水下袂离，甲这地基冲甲流去。在去年水道水的管线已经修理好势，路面也等咧处理。路出现一个真大的坑，边仔设铁棒、三角锥、警示灯来警告。防止民众搁bỏ落去。第一次有这么大的坑洞吗？是第一次，以往的话是路面满水，可是没有这么大的情形。到礼拜5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小涵洞，那用猪下去探的话很深，所以我们马上报灾情。昨天下午3、4点就崩了这样子。道路乌坑的所在，就伫咧桃园龟山区乌山街巷仔边啊。李长讲，包围风台期间已经出现小块乌坑啊，才要准备维护，想袂到13竟然大面积崩塌，甚至阁有水流出来。初步勘查是地下排水沟伤过久啊，最近变大雨，排水不良，才造成路洪乌坑。初步的探查说，它其实旁边这边也有掏空情形。那公所现在目前在研议要怎么去把这个洞先补起来。台风过境造成自来水的用户管线冲刷断掉。那昨天也是简单的一个紧急的修复。那今天早上的话也派工把整个中断的部分已经修复完成。这个路洪乌坑，还有管线松动的事故，造成1户人家厝管线脱接，14户人家厝水压嘛降落去。台水公司就表示，松动的管线已经修复，水嘛已经恢复供应。现场路面修复的工课是龟山区公所接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年的油出问题，小署公布泰山搁在增加3项受影响的产品，以防性落价回收的这产品总量要到8000吨啊。受到影响的鼎泰丰呢，也有7种的冷冻礼盒拢会落价退钱。啊，那7-11对今开始呢，这有问题商品捌买过的人呢，也会退钱退到会员的口座。针对这届风波，行政院提出强化3级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卫福部长赵宗良也答应讲呢，未来顶油和头一站卖油的业者，拢爱改做搭配检验。中年油品本面比钞票事件继续伫查，食药署14个公布，泰山各通报3项产品验出本面比钞票，连出名连锁餐厅鼎泰丰嘛钓到青肉、菜肉大包等7项冷冻礼盒啊，预防性落来，消费者会当伫8月初7进前替各位民众办理退费。另外，大唐沙拉油进前嘛传出部分用福木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的黄豆粗油，已经配合做预防性落来。因为政府规定说好，有买到中油的油，不管怎样，先暂时下架。那我们就去那个再送检 ，OK 以后才可以再上架。连锁超商7-11嘛，会当开始退费，14反正开始陆续会甲退费汇入去符合资格的会员。对这个事件继续伫管价，行政院嘛提出强化3级食品安全的管理机制。包括提高业者自主检验频率，从顶手原料厂由半年一改改做搭配检验，第一站供应商提高检验频率，搁强化第三方验证机构通报责任，同时增加查验加高风险业者的抽验。主管机关现行的状况是，确实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拿到已经有违规的数据，好吗？那是不是可以要求这些特定的项目，只要实验室有验出异常，它就要用相
相关的机制去跟主管机关做汇报。卫福部指出，查验范围毋若原油产品，佫包含业者的油库、油槽，任何一位若是验到超标，也是有污染、烧烂者的问题，拢爱落来回收，并1礼拜内完成查验。我们按照分源分项那么上下游呢比对逐批的检验确认，那么才会让它有这个重新恢复上架的可能性。有验员还未完全查清楚，有立委质疑到底是巴西进口的大豆出问题，还是中联的制停出代志，要求政府爱介入搭配检验。卫福部长赵宗良嘛承诺，上源头也有第一站业者的油，拢会搭配检验。记者采访报道。针对着这中联油脂的风波，行政院长杜永泰今去到立法院专案报告，强调这件事件互民众产业感觉不安，会自我检讨和反省。也讲到战前捌讲到，爱搁再考虑是要要求卫福部扩大加严处理，毋是为着要暗砍。毋过这拿白立委一开始呢，就先去占领这接讯台，主动杜永泰上台报告。接讯的时阵，也一直爱伊会室内，也讲要追究行政责任。大声话口号，要求行政院长杜永泰落台。国民党立委甲民众党立委各自提标记，甚至搬出油桶，主动杜永泰上台报告。在立法院会议长江启臣协调之下，杜永泰才顺利进行中联油脂案的专案报告。对油品风波小被我半个月做出表态，让大家不安，让产业焦虑，我还是深感遗憾。我们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让这个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来。杜永泰强调，无论是源头管理、制定管理、通报系统加修订是按法，会提出完整结果，也会全力追究行政责任。针对南亚质疑杜永泰对落价产品做出爱可考虑的回应，洪解读是无关于落价问题油产品的风波做出解释。大家也误会了，委员误会了，没有人要轻放这个行为，没有人要把它缩减，反倒我们是要把它扩大。加严去处理，所以要再考虑，是这个意思。杜永泰强调，迄当时卫福部立场是依照2017年的处理原则，即会当处理到第一站，无法度落价第二站。爱个考虑是请卫福部爱扩大加严处理，严格问题油品继续摊销。在野聚焦杜永泰敢是爱甲民众会室内，甲安怎追究行政责任，实质敢是爱累个改造。你到今仔还无要道歉就对啦。我拄仔讲我要深刻的检讨跟反省。你写我这按怎道歉？你深刻的遗憾、检讨跟反省。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杜永泰更加强调，政府会有积极改善作为，包括1礼拜内检验完成中联生产相关油品样本，有风险落价产品重新上架，会用分源分行等相关者监督。1礼拜内提出是按法加做法修法，常常由处商为每半年自主检验、加严做搭配检验等。记者综合报道。这条新闻同款是油的问题，有一间永基国际等公司卖的蒙迪洛草橄榄油，讲是意大利100%纯的草橄榄油，却标出讲有透8种油。检方查出讲，这厂商一桶是600粒，内面有580粒，就是用这较粗俗的钙化油。草橄榄油的比例呢，就是无到4%，甚至可用这西班牙的草橄榄油来代替，赚超过3760万。北检伫今仔日依照涉案法定罪嫌，甲这2间业者起诉。检调会同卫生单位毒10过起诉者，伫片片垃圾的仓库发现无共油品，当在加工制作。业者卖是蒙迪洛橄榄油，对外包装来看，主打意大利进口，强调100%的纯橄榄油。但是，查出产品是含大量的菜籽油，专案伫14终结。北检照涉案法定罪嫌起诉永基国际，含关路国际公司含细黄细粒负责人拢重视的人。检察官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加重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申请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3760万余元。北检发现涉案的2间公司负责人是某仔囝的关系，甲达罐600公升的油，纳入580公升熟价挂菜油，真正的橄榄油占比是无到4%，而且嘛毋是意大利进口的，是对 Costco 买西班牙生产的橄榄油来代替。这对某囝是涉嫌用调好油来当作是高级的橄榄油，结果提起卖，短短1年不法得利是超过3760万。搬走很久了，已经很久没来这里。登记到公司的登记地拢经无营运啊，
但是两个人做的代志，互检方评判讲，要食用油已经真侪冬，明明知影国内已经有真侪件燃油的案件，所以敢若为着省成本，无得插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是利用人客的信任，求刑5年以上。另外，查某囝含司机是互检车量较轻的刑。肇事的不实的部分，我们是处最高400万元的罚款。它的产品的部分，我们也都要求它就是全面下架回收。那目前也都已经销毁了。这个燃油的风波是经过民众检举才红标出来。台北市卫生局已经下架回收消费8806公斤，嘛依法重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5月初，政府宣布台湾正式开放进口巴拉圭的鸡肉。外交部表示讲，这巴拉圭总统顶礼拜呢，替头一个运来到台湾的货柜封柜，市面上应该真紧就当买到。目前国内进口鸡肉上侪是对美国来的，来源国有13个国家。那本土饲鸡业者是认为讲，进口的鸡肉呢，较侪拢是摕去做加工。那咱台湾人犹原是真爱本土的鸡肉。黄色包装的巴拉圭的鸡肉是整齐放伫箱仔内面，对巴拉圭出发了，就要运去台湾。第一批暗算有150吨的鸡肉运去台湾，巴拉圭会变做鸡肉进口台湾的输出国之一。巴拉圭总统蔡伯伫面册分享好消息，举办了巴拉圭的肉品推广及投资商机说明会，有效的拓展我们两国之间的科技、数位治理及经贸合作。外交部表示讲，巴拉圭是农牧国家，牛肉和猪肉小年线销来台湾成绩拢真好，互巴拉圭国内的饲鸡业共款是期待即摆拍入台湾市场。国内佫增加一个鸡肉的来源国，国内饲鸡业业者认为讲对本土市场影响无大。国产跟进口好像通路是分得很清楚，那我们产业在预估啦可能就是进口肉之间会去互相竞争，那对国产鸡肉的市占率影响应该是不大。所以讲市场即摆佫有新的鸡肉的来源会当买，不过民众嘛是较爱国产的。招山鸡、甲肉鸡吃起来的肉质就不一样。知道这个状况吗？不知道，我会买本土的吧。原因是什么？比较有安全感。咱国合法的鸡肉进口国有10几国，美国占上济，占进口市场的7成以上。根据中央畜产会统计，目前本土鸡肉和进口鸡肉的比例差不多是6:4。不过民众唔知影国内进口鸡肉的比例这么悬，只是进口鸡肉大多数拢是冷冻来运输，口感较无国产鸡肉好。真侪民众拢讲，若是家己厝内要食，嘛是较会去买国产鸡。进口妈妈大多数拢去做加工食品。记者综合报道。有环保团体调查市面上囡仔副食品的包装，发现8成的产品拢伫塑胶内面，甚至囡仔啉的果汁喙会去接触到这个塑胶，一罐呢就当啉超过1万粒的这个塑胶幼粒入去腹肚底。环保团体是呼吁政府呢，就要全面来检测幼囡仔的食品包装，改善食安法内面的食品包装卫生标准，来确保食食的安全。塑胶的食品包装是太多家，亲像塑胶干仔、塑胶螺等等。不过历史和平经过检验发现，亲像幼囝食的副食品，会有这款挂嘴仔的塑胶螺啊，包括内底迄个塑胶膜啊，有验出微塑胶，甚至有产品是每一袋都有超过1万的微塑胶的微粒。大家拢当做讲，这敢是一种材质尔，啊，毋过其实咧，这内面甲拆开会使看到吼，这毋是干那铝箔尔，这内面阁有塑胶的成分。啊，这层塑胶就是阮即届研究的重点。这层塑胶呢，是甲咱去菜市仔内面买菜的时阵用的迄种塑胶螺啊，红色、白色的迄种塑胶螺啊，是同款的材质。所以嘛是会使讲，你的囡仔其实都是用塑胶袋啊来啉因的副食品。有医生用研究指出，高剂量的微塑胶确实会增加发炎的反应，伤害动物的器官。建议用玻璃等材质取代较安全。嘛有专家表示，台湾目前食品包装的资讯不够透明，政府应该要参考先进国家的做法，针对食品包装的材料甲添加物建立管理的标准。在动物实验，我们知道说微塑胶它会带来动物器官的伤害，伤肝、伤肾。增加氧化压力、发炎反应，
然后增加癌症风险。那所以真正的风险管理，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有验成品，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只是针对某一些化学物质去做管理。那其实现在在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些先进国家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已经朝着所谓正面表列的制度前进。环保团体也呼吁卫福部食药署应该需建立风险评估的机制，专门检测幼婴食品的包装，嘛要改善食安法当中食品包装卫生的标准，赶紧把制度的空隙补起来，确保囡仔食食的安全。记者桂玲台北报道。定定伫咧外口买物件，民众爱注意咯。有人去检举讲，中华两间大型纸壳仔工厂所生产的纸壳仔可能有人工剂。目前规定讲，这底食的物件，这纸壳仔呢袂当有人工剂。若准长时间接触，会有代谢，也佫有肝脏负担等问题。中华县卫生局表示，已经伫咧调查咯。民众食咸酥鸡、煎鸡肉，袂少店家上纸鸭肉底。毋过，即阵有民众投诉，中华两间大间的纸鸭肉工厂生产的纸鸭肉哪像人工剂，引起民众对食品安全的顾虑。正常如果有含高含量的荧光剂，会是呈现像这样，就是很强烈的蓝紫色。那正常没有含量的时候，正常的便当盒都是微弱的淡蓝色。民众表示，因是咧做纸鸭肉市场调查的时阵，意外发现中华两间纸鸭肉工厂出产的部分纸鸭肉哪像人工剂，嘛家己送 SGS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有验出人工精白剂，遂向中华县卫生局通报，互人指控的两间厂商拢无直接回应，干那提供检验报告，表示产品符合规定。本案已经入案，那目前是稽查办理中。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那我们这个案件调查结果一定会依食安法来办理。中华卫生局表示，伫7月初6接到民众通报，初9立案。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规定，底食面的纸鸭肉、纸壳仔袂当有人工剂，若长期或者是过量甲人工剂食到腹肚，可能会有慢性的代谢问题，嘛可能会造成肝脏的负担。目前这案也搁咧调查，后续会依照食安法的相关规定办理。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环保团体早起就批评讲，这台中港的填海工程呢，恐惊会对北海地的生态地造成严重影响。因呼吁环境部也去要求台中市政府随停工，也要补助款片。环保团体提交公民告知书，希望环境部重视台中港屯海工程对北海地造成的影响。北海地是一级保育区，目前数量大约存50只。环保团体指出，最近有观测到北海地会伫台中港屯海工程的范围出现。台中港说要开放营建会头屯海，对北海地的生存造成真大影响。他们会在那边育幼期，就是觅食。那他们在这边做了很大量的填海造陆的劳动之后，不但白海豚会栖息地会消失，他们工程的扰动也会让那边的白海豚的食物来源不见。环团指出，屯海工程应该经过环境的评估，因过交通部所将两边距离6.7公里的报环连起来，公这算作是报环范围内要闪宽屏，实际上说是开大片开放式的水域。环团认为这根本无符合规定。另外，以前屯海会用原本设伫海边的土沙，环团指出，这块屯海使用的却是中部营建的废土和再生物料，真有可能会影响海洋的生态。即马伊要囤的物件是营建废弃土，迄老的可能有足侪垃圾物件，有毒的物件。环团呼吁，希望环境部会使针对台中港务分公司开发，而且要求伊马上停工，补助环境的评估，确定这个工程有符合规定，袂去危害到台湾北海地生存的环境。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云林启动这落水溪湾五华村的宝华边，常常有人来这偷盗粪扫。昨透早呢，又有一台货车来这偷盗啊！村民看到呢，随通报要来盗掠人，想袂到这两个嫌犯呢，竟然甲车拼咧落绕跑啊！警方先查扣因的货车，环保局也当咧追查。 13透早4点外，云林启动有一个农民开车到五华村落水溪宝华巡田，无意外看到一只载废弃物的货车准备要南山道，这个农民随驶车甲早咧，佮通报其他的村民围捕。毋过车顶人看到这个办事是随车，但咧就紧速咧。这农民就用货车甲砸落来，砸来了伊要走，变成无走，阮这农民就通报阮大家吼，因为大拢愤慨嘛，所以出来
10几下啊，四过位水搁甲弱安尼吼，我才无着买，搁向接走。清几啊摆啊，清了无偌久，伊就搁倒。所以讲即种作恶一个行为，我希望讲，伫咱的法令上袂使轻轻就甲放伊过。市东乡长廖秋阳也表示，附近五华川落水溪的爆发，因为地头较偏僻，常常互人乌白蛋粪扫甲废弃物。过去捌斗过太阳能监视器，防止人偷盗。不过，这个行为人闪监视器，沿路南山倒水庄仔遐。目前警方已经查扣这架货车，要约行为人。环保局嘛会顺线调查废弃物的来源。现场发现被倾倒大量的营建废弃物，那估计有54立方米。2名行为人已经逃离现场。依照现场的基证判断，目前已经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41并46条来移请警察单位来侦办当中。环保局表示，这只拖拉机在营建废弃物，佮包括荒废建材，若对照到行为人会依法要求清除。那市东乡公所是讲，已经协调附近的农民协助，后续会增加附近路口的监视器，希望彻底解决乌白蛋废弃物佮粪扫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社会主体基基小东已经完工等咧出租咯，说因为这块土地当初种地时阵呢，有发现到清朝时代古井含一寡遗址，考古团队也设一个专区来介绍300年前古早人的生活卡页，咱也做回来看卖。提喙石啊、蚵仔壳、红砖啊、脆油啊贴出来的清代工法，这是清代三合土普遍的遗迹。近年咧，台南宜居小东社会主体咧起的是挖到2020年咧挖的是挖到清代围固甲滚仔口红砖啊水井，见证府城北文化300多年来的生活文化，嘛有通看到先民就地取材的建筑智慧。基础的部分开始是黄坡式，当时迄个三合院的基础。另外，伫开挖过程中嘛，挖到一个古井，这个古井搁较久，这个过去明朝甲明朝的时代吼，伊无算伫古迹当中，毋过迄个就有历史的意义。伫伊个古迹当中，挖到、摕到足侪古物的吼，嘛真深。这栋规划14层楼高，抽376户的现代社体下底面有丰富的历史痕迹。考古团队伫清代水井内发现青灰仔甲梨仔壳等物件，见证300多年前的饮食生活甲文化。文书讲主者讲，这个所在因过毋那是单因怀古厝，佮加有府城7时8庙之一的黄碧寺，充满多元的历史底蕴伫咧遮。陈永华故居就是这所在附近，这所在附近就是咱讲的，咱起码阁有叫做钟楼啊。第二，这所在有7间寺庙著名，7时8庙之一，黄埔寺所以这所在若讲这台南市的历史遗迹，并无过分。对着时代变迁，基地嘛发现日本时期铁道职员的宿舍遗构，对融合清代红砖啊，甲洛国石的基地，到甲水井底的茶汤啊，逐项拢是过去先民留落来的生活见证。为着延续文化，市府即阵甲部分的遗构伫现场展示，其他交互清代考古所做记录，未来搬入去的住户嘛通亲身感受府社100年的风华。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甲英国5出正经典的作品重新改编，对9月开始呢，要伫咧高雄的中山堂演出，有歌戏、布袋戏含咖喱戏。主办单位是希望讲，互观众看到经典的好戏以外，也会当甲这传统的戏剧文化一代传过一代。你是这义兄，不错，王导，正是我这义兄到位。安尼若变这型呢，才缘投吼。一个人轻松演出无共个性的2种角色，18个功夫甲布袋戏红仔人个秘书真个人共款。来自家己的义兴高奖用剧团，今年都用这出英雄制作入选团艺金曲奖4项大奖。除了这出戏，国立团艺中心佫挑选4出经典古戏，种类包括布袋戏、歌戏，也佫咖喱戏。透过重新改编，结合其他元素，对9月份开始，要伫高雄中山堂一出搬过一出，传领民众走过来看好戏。我们让呢这个经典呢成为真正的经典，让呢一再的演出，让观众可以感动，可以共鸣，而且以我们的戏曲为荣。7点人由傅凯表示，因为有真侪捌得奖，也是观众环境真好戏出，后来受到经费甲演出舞台限制，真少有机会通搁看到。这届戏曲经典剧典，就是要提供这个舞台，甲这个好戏经过剧团创作者重新解说，和符合这个时代社会经典好戏重新扮演。面对当代的观众，让各位
位观众看到他们的每部作品的登场之道其实是都不一样的，而这也反映台湾当代戏曲的充沛的创作能量以及多元的发展。透过这样的平台，我们才有机会把前辈传承给我们的好戏，像这些展陶经典，那一直不断的透过各个展演的一个制作跟媒合，才有办法从我们这边传承到年轻辈这一代。歌戏精彩展陶，还有咖喱戏甲现代戏翁仔跨界合作的好戏，对9月初开始，拢会伫高雄中山堂小线上演。团结中心毋忘透过剧展的举办，会当各传统的戏曲文化一代传一代。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为了要让学生囡仔会讲亲近艺术，广达文教基金会逐年拢有伫咧校园推动巡回展，甲复制画送到各县市的学校，透过学校的课程，让学生囡仔学会晓用口语来介绍艺术作品，而且也延伸到优艺奖一个导览比赛。今年有学生用台语来介绍唐拖，毋但得到这首奖的肯定，也互基金会和评审印象真深。河北律师。台语号做敬畏，敬畏细汉时，是啦，个也未生出来，会使看到巴肚顶有直线甲反线，就亲像地图顶悬的经线甲纬线共款。学生陈团结用台语定睛介绍经费这款草莓的特色，在伊伫咧广达优艺奖的导览决赛摕到首奖。评审甲问讲为虾米要用台语，陈团结讲伊认为一个好的导览员袂使干那会晓一个语言，而且台语毋但是母语，嘛是以口语表达上有自信的语言。另外，身为志愿教师的阿母，嘛是伊上好的指导老师。阮兜有一本册，迄本册内底就讲每一种唐拖的台语，安怎讲？嘛有一部分的唐拖是阮阿母自细汉甲我讲的。阿爸就是细汉就甲我讲你袂使袂记即咱的语言。对我翁个因出世开始，我就对因讲台语。广达文教基金会甲教育部共同举办的广达优艺奖，今年因为风台甲用线顶进行决赛，总共是1627人报名，最后是12个人拼入决赛。基金会表示，看到囡仔有自信用台语导览，讲甲遮流利，印象真深。因希望互各中小的学生用导览的方式为艺术作品讲话，毋但训练表达能力，嘛发挥自主学习的效果。这个比赛嘛是艺术巡回展览的延伸。那游艺计划呢，就是把世界名家的画作用复制化的这个形式，把它策划成一个中小学生都看得懂的教育展览。那在巡回展出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培养小朋友成为画作的导览员。基金会表示，摕到首奖的学生，奖励会当选奖金，也是去西班牙艺文参访10天。若全国校园的优艺的巡回展览，未来也共有239场，继续要甲艺术送去到各地的校园甲社区，希望艺术会当成做囡仔生活的一部分。记者卢尚珠、郑俊佑新北报道。运动部今日正式公布名古屋亚运的参赛选手名单，当中有482个选手参加34个项目，包含着加教练的选手郭幸顺、刘道游泳卫顶选手，棒球的部分呢也订掉袂少女外选手回来斗3天。名古屋亚运代表队名单公布记者会，部长李勇就开始先针对即阵冲演抗球兵选手争取亚运参赛资格争议做说明。李勇讲，113年4月启动的亚运杯份参赛实施计划，已经和地国协会确批伫亚运前临时变更参赛标准。制度的重要性，这个不言而喻。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未达参赛标准的选手，在训辅会议也已经依据运动种类的特性以及各协会所提的近期竞技实力去分析，去分别讨论评估，并且从优从宽的派员参赛。名古屋亚运，如果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报满的话，可以报到1100多个人。所以我们在亚运为什么会定这些的参赛资格？那事实上，参赛资格是一个原则，各个协会要它的特性。李勇讲，选手甲教练的声音拢有收到。承诺亚运了后，邀请协会教练甲选手讨论相关原则的制定。2026名古屋亚运要派482个选手竞争34种运动竞赛，其中射击的林怡君是第8届参加，羽球周天成是第5届参加，无兴趣的林淑婷、陈念琴、黄晓文也
动的过行顺柔道杨永卫、体操李立凯、张家宏、游泳王冠宏，这拢大家熟悉选手。高尔夫球有前9号陈雅年登回亚运舞台，棒球顶吊徐若曦、郭林瑞阳伫国外的公投。里外的这个部分还在做一些联系的工作。那选手是有这个意愿参加这次的亚运。高龄的年龄，然后保持这么高水准的竞技能力，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台湾伫顶一届杭州亚运参加33项，派521个选手，到尾也摕到19块金牌、20块银牌、28块铜牌，奖牌榜排第6。李阳互人问到大牌希望无回答，只是搁再强调运动部会做好后勤，提供上大资源，互选手有上好的表现。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先来看这世界杯卡球赛，因的球迷是非常热情。讲到这世界杯卡球赛呢，已经来到尾声咯。那呢，挪威国家队虽然伫咧世界杯卡球赛呢到前8强尔，不过13登到因的国家是受到几万人热情的欢迎。那这世界杯的4强赛呢，伫咧台湾时间15、16这2天举行。法国是要对阵西班牙，英格兰是要对阵阿根廷。在挪威世界杯国家队球员的飞行机慢慢的驶入跑道，机场特别出动传统水礼炮迎接英雄回国。前锋哈兰德甲其他球员行出飞行机，手提得酒杯的小型标本酒馆特别协目。挪威国家队继28年重返世界杯，虽然泰输英格兰伫本届世界杯8强停止，不过哈兰德第头一摆参与的世界杯公27球表现真好，球队更加写落最佳比赛纪录，赢得挪威全国的俄鲁。挪威王储哈康伫红强广场庆祝结果，带领国家队球员甲900多名民众进行回家悲存，那安慰无法度晋级的遗憾，也凝聚全国民众的心。本届世界杯4强。会由法国对上西班牙，甲英格兰对上阿根廷。法国甲西班牙为开始踢到当拢无失败过，由顶届金靴奖得主姆巴佩领军的法国队，目前是国际世界排名头9，面对法国真好的纪录。13多满19岁西班牙前锋亚马尔表示，西班牙是欧洲冠军，无咧惊任何挑战。Bueno, un partido muy bonito para el espectador, para el español, para el francés. Yo creo que es uno de los partidos que todo el mundo quería que。英格兰对上阿根廷比赛，除了卡球场的征战，也担负能够关注80年代福克兰战争的历史对决。这也是39岁阿根廷球王梅西头一摆正式比赛对象由前锋凯恩领军的英格兰。英格兰队门将接受访问的时表示，会当甲传奇梅西对战真公平。英格兰也有充足的实力挑战阿根廷。Everyone will talk about Messi because he's one of the go-to of the game, but you can't look past how the ability and the talent we've got in the squad. 世界杯决赛唔但球场内竞争激烈，场外也有世界杯2年来头一摆的中场秀表演。国际卡球总会甲非营利组织全球公认合作，由科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用悉尼场边邀请马丹娜夏奇拉、韩国天团 BTS 小贾斯汀等艺人到11分钟的演出。这场盛会目标是募集1亿美金教育基金，为全球弱势囡仔提供教育甲卡球发展的机会。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讲到这泰国曼谷的酒吧前几天发生火灾，上报有30人死亡，70多人受伤，其中24个人伤势真严重。警方初步调查是因为这冷气的线路压引起火灾。那厨房附近的逃生门因为互一大堆物件顶掉的瓦倒去逃生，影响到因的脚路。那机场的逃生出口因为业者呢烦恼讲人客食的就无付钱就逃走，规气把这门锁起来，也造成这场意外，会死遐尼侪人，确实拢是真为的过失。在餐厅外口，火灾罹难者家属炸火来，把火束放在涂骹内堆倒罹难者。泰国曼谷的美女餐厅的大火，造成加起来上百个人死伤，因为遮侪人客身躯顶无炸证件，防卫太辨认的工课真困难。พ่อแม่เขาก็แบบรอดูลูกมาพร้อมหน้าพร้อมตากันแต่อีกคนน่ะมันจากไปแล้วอ่ะถ้าเป็นไปได้ก็อยากเอาร่างน้องกลับบ้าน。因为火势是拖甲真紧，外国媒体 BBC 报道，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讲火灾是因为冷气故障造成的。后餐厅是随熄灯，加上舞台顶还有塑胶花、天棚还有开导火泡这种材料，拢是火灾拖甲真紧的原因。迄当阵伫台顶表演的乐团内面，有3个人因为伤势相当过身，业者嘛互大火严重烧伤，当地家户病房在救治。
这间餐厅伫今年4月拄通过消防安检，但是万国市长查查表示讲，现场实际使用状况和进前接受调查的时阵是完全无同。泰国工程学会消防安全专家桑苏克伫勘验火灾现场的时阵，发现讲这便所附近的逃生门互业者锁两站，意思是反倒讲人客啉酒醉了，就食霸王餐人讲，佮有入口的两个门是互家具和其他的物件挡掉，要走的时阵真歹走，真歹脱离。加上出口的标示无清楚，拢表示人为疏失，这是死伤惨重的主因。另外研究结果，工程的学者努库尔查，因为火灾的时阵四个拢浓烟，加上开导火建材导火了后，会产生一氧化碳和氰化氢。真侪人的死因有可能是因为去闻到有毒的烟雾，唔是因为去互火烧着。这个意外，佫一摆引发大众对泰国的安检无实在，和官员收钱造成任何的疑虑，嘛去关注泰国5路场所的公共安全。公司新闻单视同朋友。这回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